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8月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3篇12节到22节，约伯记21章第1节到16节，罗马书第9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实话。耶稣基督说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是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基督徒说实话不但是非常的重要，其实更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，因为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跟要求的。虽然我们在说约伯他在遭难之后呢，他总是讲一些抱怨的话，跟他的朋友们呢在那边争辩，但是至少我们看出他所说的话是出自于他内心真实的一个感受。特别在讲到坏人的成就，约伯他也有自己的看法。他认为这个坏人说这个成就都是他们自己的功劳，觉得这个不是真实的一件事情。约伯记21章第1节到16节，约伯回答，请你们仔细听我的话，这是你们所能够给我唯一的安慰，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，等我说完，你们再嘲笑不迟。至于我不必跟必朽的人争辩，我焦急不是没有理由，看一看我，这还不够叫你们惊骇发呆吗？你们要吓得哑口无言，我一想到我的遭遇就惊惶，禁不住浑身战栗。上帝为什么要让邪恶的人活着？为什么让他们享长寿、兴旺、发达？他们儿孙满堂，且亲眼看见后一代的成就，他们的家安宁，无所恐惧。上帝惩罚的杖不临到他们。是的，他们的公牛传种一定成功，他们的母牛生小牛而不掉胎，他们的儿女像小羊出去玩耍，他们的小孩子跳跃舞蹈，他们跟着铃鼓竖琴歌唱，他们随着吹笛的声音欢呼，他们的一生风平浪静，平平安安的进坟墓。邪恶人要上帝远离他们，他们一生不愿寻求上帝的旨意，他们以为不必侍奉全能者，向他祷告并没有益处。他们主张成功全靠自己的力量，但这种想法我绝不同意。保罗劝勉罗马教会的基督徒，在这个书信当中呢，他强调他提到了自己成为一个属基督的人，应当没有谎言，应该要顺着圣灵的感动来说真实的教导。罗马书第9章第1节到第9节，保罗的话这样说道：我说的是真实的话，我属基督，我不撒谎。我的良心在圣灵的光照下也证实我没有撒谎。我的忧愁多么沉重，我的心里无限伤痛。为了我的同胞，我骨肉之亲，纵使我自己被上帝咒诅跟基督隔绝，我也愿意。他们是上帝的选民，上帝使他们有儿女的名分，分享他的荣耀。
上帝与他们立约，赐给他们法律，他们有敬拜上帝的知识，也接受了他的应许。他们是族长们的子孙，按照绅士说，基督和他们是同一族的。愿那统治万有的上帝永远得到颂赞。阿们。我并不是说上帝的应许已经落空，因为以色列人不都是上帝的选民，亚伯拉罕的子孙也不都是他的真儿女。上帝曾对亚伯拉罕说，唯有从以撒生的才算是你的子孙。这就是说，从自然的生育过程当中所生的，并非就是上帝的儿女，唯有从上帝的应许所生的，才算是上帝的儿女。因为上帝的应许是这样说的，在时机成熟的时候，我要回来，撒拉要生一个儿子。什么人是上帝真实的儿女？就是在他救恩的应许之下的人，说话真实的人就是。基督徒不能在口里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心里却拒绝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救恩。诗篇33篇12节到22节，尊上主为上帝的国家多么有福啊！他拣选来归属自己的人民多么有福啊！上主从天上俯视，他看见了全人类，他从自己的座位上观看地上的居民，他塑造每一个人的思想，洞悉他们一切的作为。君王不依靠强大的军旅获胜，兵士不靠强大的力量保命，靠战马不能保证胜利，马的威力救不了人。上主看顾敬畏他的人，他看顾仰赖他慈爱的人，他救他们脱离死亡，饥荒时保留他们的生命。我们仰望上主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保护者。我们心中充满喜乐，因为我们信靠他的圣名。上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的慈爱常与我们同在。恳求慈爱的上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信徒，让我们学习说真实的话，没有谎言，不虚伪，如同耶稣基督的教导，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，来与人交往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